花莲大地震过，毋但花莲市上款的生理受影响。伫咧太鲁阁甲苏花公路南边的新城村，这规条街是拢冷冷清清，无观光客。因为目前主要拢咧处理市区拆厝甲征收，新城村的村民是希望政府嘛爱甲因斗相共。 为了要帮助4月初3地震了后，市区民众会当修理厝体，台积电第一时间就派员去协助抢修。不过需要帮助的电话一直无停过，目前已经有270户爱修理。 到昨天我们来这边的第17天，我们已经完成了73间的修缮。那目前呢，大概有100多、170、180都已经陆续在安排在修缮中了。我们都会先有可能比较弱势的家庭，或者是一些低收，那有结构上的跟我们墙面上的一个疑虑，那居住上的一个安全，都会优先的来做一个处理。除了市区厝受损以外，伫台九线苏花公路到台北线太鲁阁出口的新城村，原来出现另外一种灾情。较早正闹热的老街，即马空影影，一寡店头规去公休，希望政府嘛会当关心新城村的生活。 从来没看过这种景象啊！然后假日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很多车子要大排长龙。他只顾到花莲市，我们这边也是都没有收入了。哎呀，是觉得应该一些振兴的方案哦。县政府表示，地震了后救灾抢险是首要的项目。目前有公共安全疑虑的红单大楼爱先拆除，其他县市受损的情形，包括观光产业、农业者的问题，拢会协助向中央提出申请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